后来，这个中国真出名的电商淘宝，伫台湾的网站合作淘宝台湾，今仔日捐35000元的洗手乳，予台北市的学校，由副市长黄珊珊代表接受。除了台北市之外，包括桃园、新竹、嘉义等等的县市，嘛拢接到因捐赠的物资，嘛不免引发到大外宣的联想，就是这是中国咧对外宣传大布局。黄珊珊是来回应讲，这个防疫应该是无分政治哪力。可爱的洗手乳的礼盒。对抗新型冠状病毒，大家爱较接洗手的出名的电商网站联合品牌甲物流业者大出手，捐献35000元的洗手乳予台北市的学校，由副市长黄珊珊代表接受。是讲，这间甲中国淘宝关系密切的电商捐献的对象，毋若台北市尔，甚至捐桃园市、嘉义县嘛拢有。伫全世界拢受到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，伫正讲这个病毒到底是对倒一国来的时阵，电商网站安尼做，大家认讲这是咧做宣传。前几天才捐给桃园啊，这个事情应该没有蓝绿的问题啊。你要去问一下郑文灿市长他的想法是什么？当前以防疫为重，即马大型集会活动差不多拢取消啊。不过，台北市松山区邮局举办花车绕境，市长、副市长拢有到现场，有挂催暗，也有人举牌提醒讲要保持社交距离，避免防疫出现问题。陈时中部长也去大甲妈祖嘛，所以其实重点还是说，这是一个为台湾祈福的心，不是不能参加活动，而是活动要保持所谓的社交距离。伊讲，指挥官陈时中冒去参拜大家镇南宫，祈求平安的心情，同款顺时钟。